对啊，头前在了学啊，好一点，现在要出国要帮助。有美的爱，此事情，你所给不给予，自然更新是我心，人体巧也了事，心风潇洒梦出意，相思将就像就像相思多，思念多少，相思苦，相见不应不见，有情万事无情，叹世间多少次意。不言语，自然更新是我心，人体巧也了事，心风潇洒梦出意，相思将就像相思多，思念多少。相思苦，相见不应不见，有情万事无情，叹世间多少痴意。相思将就像相思多，思念多少。相思苦，相见不应不见，有情万事无情，叹世间多少次意。
转山打开了我，时常看见韩国白公孙在牛眼树，夜路行夜路娘，夜路行夜路娘，漫山白白的无人来开油桶。阿婆，老路攀上是穷下来，伊讲你下带你苗平盘，该三站无，路无风啊，还是转来种番薯。阿婆，还有顺两个笑容，大摆看伊不像伊一家的阿婆，我想相爱的阿婆。月亮星年，日山木出高，30年，日山木出木。木啊木啊，我走入木啊木。阿婆，还有顺两个笑容，大摆看伊不像伊一家的阿婆，我想相爱的阿婆。阿婆讲还有两个孙爱照顾，心球来站伫台北，伊讲上台北了，爱讲伊很强，做啊台里喊来一家铺。月亮星年，日山木出高，30年，日山木出木。木啊木啊，我走出木啊木。阿婆，爱转山打开路我，时常看见韩国白公孙在牛眼树，夜路行夜路娘，夜路行夜路娘，漫山白白的无人来开油桶。
亲像会救命风啊得哟。心肝阿妹你啊勇安地，记得给我爱，留给好东西，也爱强爱，有给三千步，阿哥喜安爱，老爱加倍爱，我将我两年交情，好本年的呀得哟。爱本来流动，人生几快乐，也敢讲现在已行一座。望地多了海岸，已经越来越老，童年的笑容再也看不到。还记得跳摆，让你谈恋爱，浪漫的故事有几多？我想多远的思念，竟然褪色铁做，无限的意，做出感应路。从头来过，来想，从头来过，来想，从头来过，来想。
1809年苗栗县客家歌手演唱会，苗栗客音向满天。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主持人美方 DJ 印。大家晚，大家好，大家晚，大家好。哇，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一轮明月配上好音乐。中秋佳节的连假呢，大家有缘分团圆在这里欣赏好音乐，真的是很难得的缘分。来，大家双手先借给我，温暖的掌声献给在隔壁在座的大家，真的是有缘分，好不好？互相欢迎一下。大家来种茶，欢迎大家，歡迎！真然非常嘅歡迎大家來參加今日阿比亞晚會嘅節目。今日節目當中也安排到千多非常好嘅節目，好啦，大家共下來做一隻欣賞，亦共下來做一隻歡樂。没错，那有这么丰富哇！大家看到节目表，我们的阵容很多都是我们苗栗民间的高手哦。那有这么丰富的活动，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与会的贵宾呢，都是我们的有功人士。所以呢，当我在介绍的时候，希望大家掌声再加欢呼声。我们要感谢苗栗县的县长徐耀昌徐县长，热烈的掌声，欢迎严总，严总好，对于安妮的发通呢，非常的支持，今年都是第3年，嘿，唔会查哈，非常的感恩。那还有呢，我们文管局的局长林彦甫林局长，局长好，欢迎。是的，对这个艺文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的鼓励、支持，还有创新。尤其对安利客家族、安利客家跟歌曲、客家跟艺文呢，推动真的是非常的用心，感谢局长。那我们接下来呢，今天晚上也有粉墨登场了，对，身体力行啊！安利一总中东锦贤伉俪，跟我们挥手致意。医生夫人好。是，今天晚上也有表演哦。等一下大家呢可以欢呼声响彻云霄，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欢迎的有于文忠于议员，欢迎议员，欢迎，还有张淑芬张议员，美丽大方，欢迎。还有呢，我们这个头份市的市长罗雪珠罗市长，市长好。以及呢，我们苗北艺文中心的总监好，总监欢迎。哇，感谢一个很好的活动呢，真的很需要就是背后的幕后的推手。那我们真的刚才呢，大家戴着口罩哦，那个欢呼声没有太大声，我们再一次掌声加欢呼声，感谢他们好不好？说一下我爱你哈，1、2、3，我爱你。是的，中秋连假啊，大家呢心情非常的好。刚才你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县长呢到台上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来走台步哈。热烈的掌声欢迎严总，还有安尼的贵宾哈，大家共下来到安尼的舞台当杯，老大家来讲一下话。真给呢，今年是第3次了，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客家的这个歌手呢，尤其非常鼓励我们在地苗栗县的歌手，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今日是西利亚大比的地方哈，老大家共下来做一展现，記得平常時間哈，都個非常上忙來做一創作，加到了一個機會來做一個表現，然後再請議長老大家共下來做一個，我們請縣長來跟我們說幾句話。縣長，縣長，嚴總好。好，安尼也苗栗啦，客家之光，非常有魅力的哈，2位名主持人，一个来自3湾的美芳，还有一个来自大苗栗这个 DJ 印哦，他爸爸就是他的这个张强哦董事长，还有今天呐他家来吊闹热哈，安尼呀苗栗议会的大家长总议长严康烈。
还有安尼来是美丽诗的艺文中语言，还有妈妈底下才也叫我来吼，当先好啊，大把有乜个发通啊，我带着妈妈我还有鸦片。前一种由中店由议长的夫人我们张淑芬，我们的张议员，一个台湾的太家长罗市长罗雪珠罗市长，还有安尼也拜人家部单位文管局林彦甫林局长，还有菜场的非常认同安尼客家也同支持安尼也客家各位乡亲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日当欢喜来今年应该是第3年也则有安样聚会出在我共同报告，我感谢林展毅林老师有摆咱我都聊的时间，伊讲安尼呀美丽虽然身为客家太远，但是对推动安尼客家嘅山歌啦、平板啦，甚至于客家嘅歌曲等等都唔要讲当有有心啦以这个点醒我这个当县长的我身为的客家人因有感觉到很汗颜我一个老朋友了，让他讲起提醒了我以后我就特别要求我们文管局唔单枪都讲配合中央客委会的政策，同时间呢要来自基层的也客家嘅山歌等等要有当然要推动出来所以以第1年半的时间都也有做来样连续对苗栗对头份基下创的老客家嘅也都我唱山歌嘅人聚会一起来共同来表演来发扬我们的客家嘅山歌。那么甚至党好，甚至有关这个 CD 片等等真嘅当用心。那同时间呢安尼也文管局也得到行政院客委会也个一个推动客家事务，在106到107年呢推动客家整体的发展，还有一个108年推动客家言语同行的个方式，就好比讲走天台走公车有个客家发音欢迎光临然后如果改去安尼客家话反正来了的安样尤其安尼中医种遇到比较安尼也客委会甚至于议会同步的讲国语、讲闽南话，同步的翻译成为客家话，也都会安尼努力在成果，所以也2天他嘅一个比赛都得到全国的特优就差不多拿到1000万。那其他各乡镇市也有19个乡镇，有优等呢，有甲等的加起来差不多有得到1300万，所以最下安尼全省客家的这委员会都分最多钱呢，就会安尼苗栗县，因为安尼头摆副主委也已经做主委，也系安尼苗栗的杨长镇杨主委也十分的支持安尼，伊本身就会安尼石潭的子弟所以照顾安尼这个嘅苗栗伊也感觉到伊有荣焉。实际上，安尼也当然真呢对推动客家嘅非希望客家都係神法都係客家一個嘅精神大家要營造客家的事物，所以基本上安尼也綜藝狀粉墨登場來客家人唱山歌安尼好像搭配的是李老師是嗎？李秋好，李老師大家看看我們的這個。今天一定是物超所值，像嗰邊嘅趙德武還有個楊妹妹記唔記得有全部都安尼苗栗非常優秀嘅，尤其人家都很要兩個名主持人來主持，除了這個
元旦升旗的，要不然第一件是不出门的。哦，我们再次的掌声给这2位美女。好，就祝今年的这个客家的这个晚会啊圆满成功，大家平安健康，万事胜，谢谢。沈萌，谢谢，沈萌院长谢谢。尊敬的齐院长哈，文管局林局长，罗市长，张学芬议员、余文忠议员哈，然后同事，美丽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好。哦，係啦，你2位安講嘅主持人哦，因為我太太對我講，什麼嘢聽講咗唔記得啦哈，佢說忘記稱呼。其實客家文化吼，真嘅要傳下去。你下我今日嘅田院長去什麼木雕啊，我就講吼。要產生民心啊，木雕才會延續，才會發展。客家文化點到頭，客家文化不但民心要有觀眾，你睇客家山歌啊，其實個觀眾見嚟見少啊。頭擺我記得老人家時代，我爸爸媽媽家客家莊吼，南莊3萬組人哋神仙吼，他要個做三腳採茶啦吼，跟做出把戲啦吼，佢說佢做當到觀眾咪，睇下做位創嘅兩機、海嘅兩機嘅吼，做山歌做傳嘅下去。你睇快咧，後生人又冇辦法講客，冇講創連講都冇辦法講吼，所以其實不太好傳承。所以這個要跟局長商量一下，這個不光要有民心吼，而且要有觀眾吼。所以話安尼樣嘅培養，安尼下一代佢愛彈山歌，我想去創自己嘅山歌吼。我認為你喺當重要嘅事情吼，你喺落注中留下來嘅東西哦，我認為你係非常好嘅東西。你做我們的內涵，我們的文化，對啦邊吼做祝福。你啊今日所有表演嘅你嘅歌數吼，大家做動厲害，大家一定可以一飽眼福，一飽耳福。對啦邊做祝福，今日一位壯觀所有貴賓吼，還有在場各位鄉親，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謝謝大家。謝謝沈萌議長。好，咁感謝呢，我哋所有貴賓，接下來呢，請貴賓呢，回到我們的觀眾席呢，一起來欣賞。謝謝。那我們接下來呢，有請到呢，今天晚上召集了我們非常非常多苗栗的高手和高手哈，不單是歌手，也是高手的林展毅林老師，來為我們介紹一下今天晚上精彩的表演節目。熱烈嘅掌聲，歡迎偶像。哎呦，真難得吼！今日吼，阿用嘅創康吼，和安多嘅安尼嘅朋友鄉親吼，來到呢邊捧場，來到聽了我哋就義講吼，別黑槍掉嘅哈。更講得這麼實際啊！好。因為聽我 DJ 老係講，佢講主持安多吼，唔對我今日我講客呀，係我讓外人嘅比例啦，我講唔怕。你講唔關吼，一般國語一般客都可以啦。客家國語老師也說可以接受哈，都可以。好，什麼安尼非常唔可以講安度哈，因為有很多年啦，正經政府單位咧非常嘅重視咧，安尼基層嘅文化性嘅節目啊，尤其係我哋就30年前咧一出嚟打拼嘅一條基層嘅啊，也數到雙級嘅有很多壯觀一條嗬重視啊，嚟留啲基層打響起來，我要。唔拄好，要聽到人嘅耳作嘅高聲暗號啊！啱啲嘅山歌帶暗號啊！佢兩下拉兩下，盲啲講聲音咁唱出來，嚇人嘛！你老師彈下好嘛？當然做會得啦！哎呦，老師手機都暗用嗬，睇下。Hello，今日嚇彈嘅冇窮樣嘅喲。冇窮樣。9月27上禮拜，佢喺度楊妹妹對唱。叫基本上個詞係嗬，黑高級嘅啊，黑高檔嘅啊，黑高檔嘅嘛。但都今日咧，佢譬如有唱到安尼嘅山歌後，山歌非超下小子。熱烈嘅掌聲！超下先生，超下老師唔好。家見看議長吼，莫做見識過嚟見看嚟來喎。李院長吼，安尼科長吼，議長還有按多安尼壯觀，大家晚安。今日真歡迎議長起嚟對嘛？當議長很緊張啊！其實吼，哎呦，聽過議長嘅聲非常嘅好，今日向我從業學心呢。議長，安尼今日創乜嘅歌嘅？平板個山歌字係冇？好嘛？
因为呢，哦，有撞上，一條歌聲嚇，係要唐彥宗，然後按到嘅狀況，也要提起來歌啦，嚇。結果證件確實有呀，嚇。問題係加大嘅呀，我就介紹問題家啲，冇介紹一下，加屋卡係乜嘅？都男裝，男裝，後擺係做乜嘅？戲班的出身呢？哦，基因就是不能骗人哈。有樣啦，特別老人家平常時就攤空空做攤大攤哈，啊農忙時期哈就做到田色，迄寒假下就創國嘅，大家有辦戲班嘅哈，啊嗰肢體戲哈，規班嘅冇洗冇全部洗來，啊我爸爸特別係男扮女裝干蛋哈，人家講誒做洗冇啦，做阿蛋啦，做一樣哈，啊特別唐老人家創，家家有得位就好機機嘅咁樣啦哈。那我们接下來就熱情的掌聲來歡迎兩位老師的表演，熱烈嘅掌聲，分享。唔識談多啦，平板轉三個字哈。好，哎，平板轉三個字，男女對唱嘅。好，他的唱的時間也有安尼倆謝啟國老師、楊新彤老師為安尼倆山歌王、山歌后，向他來做一個伴唱，大家俾佢掌聲鼓勵。謝謝。啊
谢谢老师。什么一张好，安志 C。也谢哇谢老师的团队。对哦，哇非常真的是非常后堂那俩传统的歌曲哈，把那俩二种过俩山歌歌后，我们的秋霞老师一唱下去哦，太感人唱了，有没有陶醉啊？有这个鸡皮疙瘩，哦，这骨头都酥掉了，好舒服哦！再一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鼓励，送给老师们。哇，谢谢议长公忙之余有没有？还不忘推广我们的这个客家的文化。您讲啊，那美丽啦哈，你要就讲推广一乡一特色，对。哦，安尼苗栗有18乡镇，嘿，你就做得讲得出18乡镇，安尼苗栗咧比较还有名诶，没讲还有名，当出名，全部做按春名啊！这底下在座18乡镇都有哈，个个都有，非常严够矮黑头分哈。是我们热情掌声来欢送一下县长，谢谢县长，谢谢县长。对，有很多的这个公事要忙哈，但是呢，一定要到我们现场来支持哈，是，跟我们该做爱来哈，因为呢，非常的充实，还有推动，嘛有青岛的鼓励哈。今日接下來呢，接下來再介紹安尼苗栗的各個地方的特色。嘿，所以呢，在现场，如果呢是这个苗栗县，或者是呢其他乡镇市、其他县市的人呢，我们待会仔细听哦。这一首歌曲呢是林展毅老师的创作，把所有哈阿米苗栗的后山后水全部都冲一片啊！所以呢，还有哪一个地方你还没有去过的，赶快记得把它抄下来，然后打卡。好好的呢，是来这个行寮来的苗栗了行寮，赶紧接下来呢，有唱到非常这个优秀的8位歌手，包括林展毅老师，要为我们呢来献唱这一首歌曲。所以苗栗山水好风光，先有请我们的赵德武小帅哥。林展毅老师，老师好；庄长明老师，郭国安老师，热烈的掌声，偶像。安妮哈嘎的 F4今天就成军了啊！是，对，接下来是4大金钗，是4大金钗。张香菊老师，老师好；杨妹妹老师，欢迎老师；廖秋玲老师，老师好；吴如意老师。哇，4大美女，4大金钗啊！好听的歌曲，苗栗山水好风光，祝大家掌声！好伊那好海呀，好伊那好海呀，啦啦啦啦好海呀，好海呀。那路啊好海呀，山水好风光，18乡是好地方。文化都源自安阳，出名山水来佚佗，交通发达通舒服。天文地理第1名，全岛省来有名声。西湖村那桂花巷，雪霸仙山鲤鱼潭，草莓雕刻火焰山，客家人都出黄河。山下去哪路啊？爱安温泉马拉松，圣心车站美名响。观光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花。苗栗的热情更温暖，欢迎乡亲来到场。
的那鲁瓦，泰安温泉马拉松，圣心车站美丽乡。观光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花。苗栗的热情跟文化，欢迎乡亲来泡茶。观光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花。苗栗的热情跟文化，欢迎乡亲来泡茶。那鲁哇红海呀，耶，就这。哇哦！再拜年个的众上，真嘅无简单哈，美丽山水好风光哈，把好山好水水讲到的哪一个地方，又加哪一个地方的特色嘛？青岛，青青岛，岛而且好有画面感哦，真的是，所以高手在民间哦，老师真的超好好会写，再次送给掌声送给林展一老师，林展一老师年个众上。哇，厉害厉害！没错，今天呢，大家除了耳朵的这个欣赏之外呢，双手也会时常的运动到，哈，促进血液循环。因为真给客家的歌手呢，还有很多的老师啊，平常舞台稍微小一点，所以呢，我们要感谢苗栗县政府文管局，再一次热情掌声，谢谢，给这些老师呢，还有议长哈，一个很好的舞台。那今天呢，大家都把从小练到大的绝活都拿出来了，所以呢，今天算是一个成果发表会，希望大家呢可以给真的是非常辛苦才可以踏上舞台的这些歌手们呢，要最热情的掌声，不用我们讲，你听到好你就掌声哦，等下他可能会落泪。所以是谈到精彩的地方，就本给壮长出超的。是，那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也是苗栗南庄的一个才子不错。高手在民间，没错，南庄乡啊，那议长也是南庄乡。是。那这一位呢，他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自己创作的，而且今天是这个第一次发表，所以呢，把第一次献给了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不是要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客家的周杰伦？好，热情掌声欢迎我们陈冠宇老师。陈冠宇老师。叫带来听说的歌曲是《爱笑》。大家好。叫做他嘅创作啊，佢到底係上乜嘅？苗栗表情大家好。南庄的下来。脚步，情都情嘅归属，思念越愁越苦，偏嘅距离重阳家，渐渐本时间遗忘。用尽所有勇气，继续慢慢颠倒。爱上，用尽所有真心，一撒遍风相看。爱爱给答案，还望嘅看，你嘅愛很漫遊，何來
的乡亲朋友大家好，带来了首《爱上》，爱上，用尽所有勇气，一生慢慢展开，爱上，用尽所有真心。遍风相拍，答案茫结果，你嘅愛盼望要到來，愛浪淹沒大嘅傷心，愛輸嘅愛甜嘅。要無奈，唱唔出愛嘅本土，心跳亂了腳步，情到情嘅歸屬，思念越長。越苦，愛當上嘅黑你。謝謝什麼安子生，我們大家沒有你的鄉親大家好，愛轉來咧。今日帶來兩首歌曲，第一首帶來好係阿你林仔老師，然後師母頭下一首然後秋天有關係啦哈，但是呢不是秋天的哈，音樂千秋你明呀，謝謝。香氣，總好鐵擔心，共後將相比，借一天皮，總好借一火中一米，天開千萬億，一身風。富貴引領，中分不顧惜。移民呀，歷代英雄鐵馬步。移民呀，移民沒紅扮英雄。移民呀，歷代崇拜光榮移民呀。保重移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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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列千秋移民呀。安姑念兄弟。總好鐵擔心，共後將相比，借一天比翼，總好借一火中一米，天開千萬億，一身風煙，富貴引領。中分不顧惜，移民呀，歷代英雄鐵馬步。移民呀，
崇拜保重移民呀，保重移民呀，嘿，保重移民呀，嘿，保重移民呀，嘿，保重移民呀，迎接千秋移民呀，保重移民呀，嘿，保重移民呀，嘿，保重移民呀，嘿，保重移民呀，迎接千秋移民呀。什么感强是谁？谢谢。什么那俩陈冠宇陈老师带来非常的抒情的歌曲《爱上》，做这个暖男。哦，是师奶杀手，是师奶杀手，而且是型男哦。真嘅睇下呢款呢，安尼美丽彩體哦，嘅歌數呢非常嘅優秀哈。希望大家做嚟看得到，要聽得到，跟接下來呢有唱到嘅，哇，真的是一個很有傳承的感覺。也係非常優質嘅一個樂團。對，快樂音符樂團，啲頭分呢，媽皮用到非常多嘅小朋友從都胎是教育了音樂的這個底子，同時呢非常致力於這個客家音樂的栽培，所以等下呢泰雅族做的堂內豆哈，那有青董人呢可能是他們的粉絲，對，就是慕名而來啊。那這一些年輕優秀的新秀呢，真的是為了今天，什麼叫從小練到大，真的就是為了今天，真的是為了今天。可以看到呢。這個黑眼圈快要到下巴了哦，就是為了要展現給大家看看。那也非常感謝我們快樂音符的這個團長，我們的溫主任哈，主任好，哎呦，董獎哦，是，人美心善。樂團記得哈，他倆前幾年也有特別遇到了李泰祥大師兩個創作來做一個音樂會。也有針對的羅大佑老師給佢創作做一個主題的音樂會，做這種非常非常的優質的我們的老師群們哈，特別還有他的公主哦，是他的小公主也非常的優秀，非常優秀的哈，根本佢哋帶來一系列的給我們的曲目的表演，相信大家真見啦哈，非常的有福氣，有機會欣賞佢哋帶來。後堂我們的一系列的我們連續性的兒歌曲的演奏。是，那接下來呢，就邀請大家溫暖寶貴的雙手，給這一群年輕的老師們熱情掌聲歡迎，給了個掌聲歡迎。歡迎快樂音符樂團，還有我們的3位。兩位主持人非常漂亮的主持人，那現場跟各位說一下，大家好。哇！我想要再聽你們一次熱情，好不好？給我大聲一點，好不好？大家好！哇，謝謝謝謝。那先給你們自己一個掌聲，好吧？非常有活力。哇，對，那我們是快樂音符樂團，我是裡面的主唱之一趙德武。那今天先為各位帶來第一首《百年總球捏公公》，希望大家喜歡，謝謝。各位，如果手機還有電的話，幫我打開你們手機的手電筒好嗎？跟我一起揮手好不好？謝謝。謝謝，謝謝。公啊，應那看那看夜公嘅，敲門嘅夜公，妹妹呀猜我風，夜公呀夜公公，你走啊走西風，敲門來嘅夜公。
家中秋节快乐，8年半快乐。大家看过来哦，本来一系列中赏好冇啊？啊，嘿啦，什么哦？哎呦，今日哦，你讲色彩动眼动奖哦，大家讲错冇？嘿哦，哎你大家爱看下老爱做乜解啊？啊，看你讲啦，嘿冇？哎呦，看下来看你讲嘅。再次谢谢大家。那这首8年中秋捏公公，接下来呢要介绍下一位团员出场之前呢，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里面的团员哦。阵容其实非常的精彩。那跟各位介绍一下，由我们的团长开始好了，因为团长非常的漂亮，那个人有一点私心啦，哈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长，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手，是我们的钟怡老师，掌声鼓励。好，那接下来呢？再介绍到我们的 keyboard 老师，keyboard 老师是我们的温翠红老师，掌声鼓励。哦，还有第2位 keyboard 老师哦，是我们的刘艺秀老师。哇，每一位都非常的清秀。那既然里面有美女，那一定要有帅哥嘛，对不对？来介绍我们的吉他手，同样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和音老师哦，是我们的施少庸老师。哦，非常的厉害。还有一位和音在哪里呢？我们目光移到后面来。哇，和音老师你怎么站那么后面呢？啊？没关系，跟大家先挥挥手一下。来，这位是我们的朱彦纯老师。哦，介绍了完以后之后，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位团员了哈。啊，他也是我们的主唱之一啦，是我们的陈子毅小妹妹 ，Say 阿莫耶，重赏鼓励。哦，他也是我们3亿之光哦。各位总管来宾，大家好。哦，啊，今日我帶來乜嘅歌曲咧？今日我會帶來夢中嘅彩虹。哦，夢中的彩虹，掌聲鼓勵，謝謝。愛
次掌声鼓励好吗？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谢谢。啊，祝福各位中秋佳节愉快。那因为我们的陈志毅小妹妹，等一下听说好像要换装，对不对？对对。哦，没错。那好，我们先请她休息。那接下来还要邀请另外一位小妹妹哦。哦，注意哦，她今年才国1而已。哎，这位是谁呢？也是我们的白雪公主，那是我们的黄雨桐小妹妹，掌声有请。大家好。哇，黄雨桐小妹，今晡日爱唱乜嘅歌曲啊？我要唱一切神拍种树种。哦，一切神拍种树种，种上鼓励。歌曲一切神拍种树种，撒下来，你爱有请你嘅陈子怡 say 阿妹哦，带来第三首后堂嘅第四首歌曲后堂嘅歌曲摇啊摇，种上鼓励。你
跳舞真快乐。火炉人，来生命做原住民，数点数，心连心，大家共同一条心。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来摇好不好？各位可以站起来好吗？这边有一位好像非常会跳舞，是谁呢？是我们的林业府局长啊！局长愿意跟我们一起跳吗？来，各位掌声好吗？掌声在哪里？哇！局长跟我们一起到台上好吗？来，对啊，一起跟我们跳好不好？再来，音乐不要停哦！我们一起到这边。来，局长站到我们的中间来。局长站过来，不要害羞，不要害羞。这边，来，我们这边稍微推开一点距离哈。来，跟我一起摇。耶哇耶，耶哇耶，阿哥阿妹耶哇耶，耶哇耶，耶哇耶，快乐人生耶哇耶。哇，局长会不会扭？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局长非常的厉害，哇！再次谢谢我们文化观光局的局长林彦甫局长，掌声鼓励，谢谢。哇！再一次謝謝大家，再一次承蒙大家吼，你快樂迎福樂團帶來精彩嘅表演，希望大家喜歡，謝謝。什麼大家？谢谢。什么那个新生代的客家歌手哈，看到佢哋都個野王，咁樣都係不都個成龍野，嗰班人搖到係隔線。真嘅，你見比進步卡哈，來首先呢，猜錯嘅民意比都在野哇野哇。剛才那一段我好想收藏哦，傳給幼師啊。剛剛那段影片，可以，是好可愛哦，18般武藝，樣樣精通啊。我們的局長非常可愛，再一次掌聲鼓勵鼓勵，好不好？哦，要上台，對對對對，待會後面還有很多精彩的啊。好，跟你講下來呢，講下來有一場真景，也是今天晚上好歡樂的一個橋段，對不對？對，黑馬該講到了，安尼客家說唱藝術哈，是說唱藝術，說講說啊，說好，排誰好？那種說係咩意思？說就係
说签呀，啊，说签，串签，然后真的好，我们串签来到了每日一词，哎，要说就是讲夸奖人家，夸奖人夸奖家的，人家，所以应该应算，就是一直夸奖你，是不是？很拍哦哈，应算哎是，那我们来说说大家，好夸夸大家。今日咧三角采茶戏，哈，咧都讲到了说，好，做说唱艺术的说哈，说带唱，嘿，艺术哈，好咧客家的三角采茶戏的说哈，怎么带有小难？小难，就是就有个反讽的意思哦，就是讽刺到恰到好处，大家会会心一笑，对不对？而且今天呢，两位老师的装扮好可爱哦，刚刚在后台，值得大家期待一下。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两位，是那国宝级的，是国宝级的谢启国老师，还有李秋霞老师，两位两个学生诶，佢讲30年前的学生，今天特别赶来。赶过来看佢哋来做表演，哇，真的也好感人哦！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两位老师的说唱艺术三角采茶戏。欢迎安尼谢启国先生。記得嚟真記得，記得去年嘅5月節。cái bọt thay phồng yêu lọt thay xiết cái前堂東澤我cái後堂就東澤別cái nghìn拿來講cái講多來上門別cái拿來詞就詞不得拿來割要割無血cái愛心而超先唔先滿cái來車奇骨啦車奇骨也就很多客家嘅棚頭，嗌咩嘛啥，大家就喜愛很多財主歌，像我呀，從細就冇學好，每日啦就開店嘅賣出貨，大家小行就假咁時時要傻傻，大家就知哦，今年也嘅武漢肺炎啊。咩啦去啊！我去年3月割嘅貨都見咗係存錢多，但是呢，我上探堂，下探堂，堂到阿奶姑嘅好命生啊！嘅人啊，生到有獎，出書有太板啦！是看嚟哦，來一次看嚟，你前日堂講佢帶到苗北。條款樓也喺條款也中南哦，條款樓中南嘅狗交界處，唐江要睇和堂，黐有錢，嚟哦，家今你切看嚟，佢要生意好做冇，家那貨嚟準備好。嚟哦，來去來去。愛擔頭開戲，從愛中啊，春有了。前有那真家堂啊，來去來去哦！係擔愛睇來希希我做擔幹啊何希嘅動惡睇定來苗啊苗剛剛死哦
湾呐。我行下去了，定講攏係大蝦啦。我要花來希，希我當年講那何以希，記得先平要來搖啊搖，講講死哦。記種希難啊！喊錯我，我是跳舞行到一來嘅條點啊，一首歌就到喊腔，誒，我三步當做兩步行啊，跳舞皮套一樣藝術堂哦，我買插車，請問大家有人欠乜嘅貨冇？有啊，我同講，等我買一樣東西，也嘅安內股哦，乜嘅佢就買。佢就愛我這樣東西，乜嘅東西呢？也係冇啦，也我出裝低啲啦，嚇，我就係呢裝也低啲，呢嘢啦低啲，也係東西，盲愛同講，但是哦，也有料嘛，睇下乜嘢嘛，唔係嗬，唔係，再好好講藝樣嘅嘢，好唔好？好。不知不覺來到阿內姑嘅太和堂，嚟擔條線綁下來，照到嘅眼過去冇同睇家女啊，到你講啊，要一來打到時會打掉事係嘛？阿內姑，阿內姑，阿內姑要採冇？阿內姑哦，千位衰嘅，衰到床上變豬嘛！冇講緊睇曬我，我用麥克風冇講緊睇曬。阿內姑，阿內姑，阿內姑要採冇？啊哈！阿內姑冇採。哎呦！咩？我看哦，我呢嘢也愛人內好，人內唔好。我聽到個我就驚誒，阿內姑殺殺你哦，我採出個米14。哎呦！米14，阿幫我做乜嘢係嘛？我本做啦，本做幾個人差唔多啦，人做嚟，按落人做嚟，夾好出來咧，我米14。啊哈！哎呀，阿內姑來咧。阿內姑要講哦。吧，講起蒼山歌捱住黐上個車蒼山歌，所以行到個水木木個啱到向前都來到呢。哎，一下子幫你合聲咧。
紧变脸过来，实在很足够的啦。卖插体就卖插体，讲紧变脸过来。很切咯嘛个吹足够，吹足够的是你啊。爱迄一顺看数，佢一当爱顺来个香水我便宜，我穿意讲啊，嘿，咩安尼句？要吧？爱七做八做，我就头发就过来啊，向买插车，多也当行哦，系啊。啊，唔都头发过来係啊啊！啊，人哋講佢每日韓國北風落太水呢。啊，嘿，係啊，愛同講，係家下伊講嘅熱講千講，奈來不服中秋熱講，嘿，係嘛？愛同講，來唔可以講很多，愛東西按樣就開到嘅，同愛家家未夠幹。你大概買東西啊，同你冇中意呢，咁你看有變化冇？有變化冇？好，你堂頂愛叫咩買同嘛東西？咁你就少念一下。少念哦，睇下堂哥睇念哦。少念愛堂啦，少念。嘿，堂頂哦。OK。玲玲珑珑，胭脂冰水粉。玲玲珑珑，胭脂冰水粉，啲水粉，係。修仙黃泥蚵。修仙黃泥蚵啊。黃泥蚵。哦，黃泥蚵，講花柳鳳柳鳳。係喎，安尼句。假嗌唔敢唔愛嗌到鄉親，特別我買呢。特別買嗌。嗌喺2020最新特制的泳裝三角褲。咩？啊，拜託，你阿隻笠嗌個 size 按太有冇笠你落去咯？開玩笑。做縫嘅嘢嘟嘟好呀。G 我是穿的 EFG 呢，你這個是 A 罩杯我嘛作定咯，係嘛啊？唔通嚟講，我做嘛我講嘅係2020最流行嘅。有看到也有開講喎。我哋講到噴砂機啦，2020啦，也係嘛個了。你做起來，行路又通風。大貔貅唔是托付，你啊，哦，要看唔是托付。我攏講你啊條褲不林展義老師就作嘟嘟好啦嚇。冇呀，沒有中醫冇先講。冇中醫。冇中醫，等下送俾楊妹妹，好嘛？哦，楊妹妹當作是讓你聽呢，係嘛？楊妹妹親中醫哦，叫我老公講也親好。行路通風，我要又唔是托付。難怪佢新年叫按多帶。冇中醫啊？冇中醫。我通講，我夜香很親多東西。夜有啊。唔睇夜香乜嘅了？乜嘅？蟲雕、鯉魚雕、蟲雕、鯉魚雕、蛤蟆雕、魔海雕，還有人哋嘅 K 狗雕。個冇真嘢好你啊！講翻就按出，乜個nhà máy開個樣。唔識猜嗬。係冇識猜。我同講，我屌年啊，私煙樓去到都查清到。哦，私煙去到。係啊。係啊，哦。而家講有人會講去綠化冇？雕嘢咩？係咪講我雕嘢咩？你會丟不丟警察嘛？捉去管。你我講雕嘢咩？係雕嘢咩？哦，我唔敢講啊！啲呢，我講拍過雕啊！哦，講喺入度得講唔熟講嘢咩？嘢咩？留拍過雕啊！樣嘅事。哦，安樣係啊。咩要中意冇？做冇印嚟什麼冇？係當我面前印嚟什，等下會上你啊！咩？我東西很清楚，要中意啊冇？講你冇中意。要冇中意啊？冇中意嚇。又快啲你，喐咗。又一樣記嘅唔同我講。咦啊！我樣記嘅，我9年，4每年啦，就千後年撒。弄啲沙鹽點乜嘅東西就同人買，唔知乜事看嘅。誒，嗌同局長議員講唔出做。講西廠翻。嗌冇，嗌講西廠嗌冇。嗌佢講哦，局長是嗌好朋友，佢乜都佢講嚟拜冇有人講。乜見看行豬狗咧，嘛是多多按豬狗嘅，買插車嘅豬狗。咩？阿奶姑。要嘛？你色彩上來實在很強哦。你講法很色彩啊！木竹啊，上來又鬆嚴，嘟嘟一個個，身材上來又定一下。局長佢咪按講哈，我攞件木竹是勁入。cái gì tu tu nhiều đồng sĩ mà cái yên nhập mẹ anh mang con theo nè cái ngày nay chúng ta hàng để giảm ai à tóm gì đấy à yo ngày soi nhất đồng sập cô vậy à
哎，嗰嘢送嘅東西一樣含得減啊。咁要聽講喎。我送係較好嘅東西嘛。送啊！啊，真係用送嘅係嘛？送。好啦，嚟到呀，曲上一看你依嘢一看地，將秋秋嚟用送好唔好？好。唔看，睇下都講好，你送得好啊！送啊！好，送個好嚟，好用到我東西啦。最同係歡樂起眼嚟送。梗唔就送嚟啦。大姑行低咯。送嚟啦。嘅熱送嘅劍啊齊，妹妹嚟聽雙叉啊！我哋阿奶姑，喂，開始呀開啦，講更定開啦，開始嘅問啊要，二送嘅包條，條絲嘅阿廖樽啊。什麼嘅菜呀做，熱餸嘅劍啊仔，妹妹嚟跳雙叉吧，我能菜足夠，你呀愛讚讚來，好啦，執執改來，呀係開啦，什麼嘅菜呀做，熱餸嘅棒條，愛是嘅下悠悠，邊無見啊，我能隨足夠啦。再做個係要喎。送落去，仲係同埋細奶，係要行的。好啦，個繼續是送嚟啦。開始嘅問啊要，叫送嘅叫啊叫，見到嘅生啊，我哋阿奶姑，開始呀開啦，白羊藝呀開啦，開始嘅問啊要，失送嘅失大包。係撥四撥十撥八撥廿撥廿撥廿撥撥條絲嘅下了樽啊！全是嘅下了了，消化陣啊！我哋阿奶姑啊！隨住個行河送嘅東西，係當中醫咧。要中醫啊！你唔啱啊！真係醫人流足就鬆下兩盤。什麼嘅菜呀做，叫餸嘅叫啊叫，見到嘅呢餐啊，我浪菜足夠。喂，你呀愛讚讚來，我相信你。將將改來，係向呼吸點過來。什麼嘅菜呀做，濕鬆嘅心巴巴，撥低撥四撥長撥短，撥鹽撥邊撥夾撥苦，愛是嘅下悠悠，消化怎啊，我能隨足夠啦。阿奶姑啊，東西送落嚟，你是也就快睇你，你辦法睇，嗌好好嘅，大咗啊，同阿本娘講，講乜雞？誒，嗌講我哋條款仲能做生意，好，誒，我做生意，cái東西開得難度，到到阿奶姑就冇辦法你，唔買全用鬆槍槍，跟住再以我一樣同阿本娘交代，哦好，梗唔就做得講啊。
根本日了竹南头个风台、雨台，你个插车路就 keep 快，这里你就能够搞呆。就有搞呆。未请问大家曲啥？基本侬不有风有台、雨有台无？有无？啊，叫状就小可讲柔就好咧，人家要发都搞呆啊！我这里叫要比人没，听，我研究我就唱过语言了哇。我问大家，我在一真的同阿不一样就冇办法搞呆。没真的按讲就做得了哈。做得，做得哈。说看看。好，大家注意莫讲哈，好冇？好。很乖，俺好朋友。没呀，我这个没有你相信，哦当然啦。18天我嘅步啊比，路啊送亲来，你要来莫是哟，还要来奉养之来。十字讲就是那唱歌，几好话来真系好啦，开桃花又香呐，老麦的相情歌，真正来要相爱，哎呀呀的相差异，慢慢相过来，我叫长来哟。慢爱啦，好看吗？唔看啊！挨东西送枪枪，最后面就看到2-3枚位树林里，所以谁来也冇按好，对冇？嘿，唔是啊，这哦我按好，你专业要有交代的。要交代啊！哎，佢东西自家开专业。冇啦，哎呦，跟你坏东西，我又冇拿到，我爱开，当然你开专业。咩啊？开到人检房度冇？做唔得。嗯啊，佢堂度就好。咩啊？做唔得。冇开专业不下，开专业不下。开专咬卡。错。反正东西也送出嚟，系嘛？你以为个冇送好多个坏东西，真嘅要开专业啦。係要送楊妹妹泳裝身照顧，第一開呢啲人送佢。你貴人不見講楊妹妹老師，假老公有假老公同係當叔，讓喺抽地二攞來博嘢，唔是講好呀，好呀。好啦，好啦，夾好，我就同開呢啲。好嚟。睇下上來了哈。呀，財主哥，阿奶哥，你財主哥，你好好去開下，開專業我要好交代啊，冇辦法皮強啊，很到誒。哇，thank you，董后 sale 同时呢，董干掐哈，我们在座的真的是全世界配合度最高的观众，今天有没有逢胎一胎有冇？有啊，这个本期给答数一下，很强啊，非常精彩的咧，客家三角菜茶戲啊，真件千神千，哇，是送芹菜，个芹菜唔知送到哪便宜。哎，跟刚刚呢有应供到杨妹妹老师，大家开始遐想，唔知对她的表演有没有中嘛？该哈，对，老师在后面脸都红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到非常知名、美丽又大方的。我心目中的女神哦，杨妹妹老师，对，除了你以外的女神呐、杨妹妹老师呢要为大家来献唱，希望大家呢来热情掌声加欢呼声来欢迎她。唱嘅有一首歌嘅，听一首歌嘅哈，讲幾多嘛，各是會換裝，各會換裝嗎？不是，大家比較關心這一點。做嘛會各，做嘛會各呢？做嘛會各，糖也就底哈。接下落那個哈下單的時候都會各，要通知一聲嘛。了解。今日你大家就共下來欣賞，熱烈掌聲分享。哎，歡迎我們的楊妹妹老師。哎呀，這個大家好。
心酸，情歌传心酸。什么大家安子说有好谈冇？有，今日都欢喜啊！来到安尼庙拜，那因为今日我带两首好谈的歌给大家。那刚下呢，是我替一种专心底背的歌曲《情歌传心伤》，也是我的老师啊林展毅老师写的词曲。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比较俏皮一点的啊，那妹妹也带了自己的学生一起来到苗北来一起演出，希望大家会喜欢。给乱马 ，Go Go Go， 安子 say。水久甲，伊劝海西波波浪浪，伊也上乱过过过。 上乱过过过，给马英上了了，一连乱，两连乱忙啊，送一连轮哟。 送喜你们，送本太家，安子生，哇，谢谢。还等一下哦。我嘛讲讲哇，给嘛下蛋啦，下蛋吼又给
要结论后，廿咩家那个共同听啊，分真的享喜悦给大没家。茶，还有按定一下的小鸡，是不是？来到现场，而且还有带伴手礼哦，哇！给蜜太咖雷糖果味呢，还有礼物都在拿哈，真的好幸福，对，真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询问一下。在下一个表演之前，问一下现场今天单身的人，男生请举手，我看看。有福气喽！这个好像是我国中同学的老公啊。今天这个今天，好，我假装没有看到。局长今天也单身，还有谁？于元也是嘛哈。小朋友举手。还有对，好，现场单身的男生举手，卡数来看。哦，青岛所有的男士都举手了哈。哎，你们这些，好，待会也很有机会哈。对，因为呢，来到爱你现场哈，有一位非常美丽的18姑娘哈，18姑娘哈。哎，你想做什么？粉丝对不对？粉丝啊，所以想要认识一下，所以呢，等一下大家好好期待一下。这个18姑娘，对，有记到叫乜嘅想法？嘿，大家都得认识一下哈，交流一下。今天呢，唱到两位欣赏，哪两位呢？是我们的廖秋玲老师是以及张香菊老师。哇，这两位老师呢也是桃李满天下，对不对？嘿青岛给他学生的呢，今天把有来到现场，是的，有自带粉丝啊，来到我们现场，要这个聆听老师们悠扬的歌声，还有美丽的倩影。有这台歌曲哈，TP 非常的不一样哈，是我们的客家小调的其中一个哈，鼓手看灯，姑嫂看灯，就是姑姑嘛，对，小姑啦，小姑，小姑是嫂嫂，嘿，待等呢就会空下了一款灯哈。那现在我们讲这么多，大家刚刚听到那个单身的男生，现在都坐不住了，想说你们两个赶快那个我们要欣赏了，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的局长很心急，想要认识一下啊，今天单身的局长。鼓手看灯要待等两只，应该姑嫂2个人，都那边哈，寻找。是那个来看灯，对，所以待会单身的男性呢，哈，你的那个你觉得很中意的话呢，手电筒有没有？手机的手电筒可以打开给他看灯啊，他就会望过去你那里。好，现场的大家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秋玲老师以及我们香菊老师，哇，歌中剧哦，歌中剧。
娘来看啊！鼓手看来哦，非常老棒的一首的歌曲哦，哇，带带呀，哇，给个小朋友，肯定一下哈，他讲琼哈雷搞真的是非常非常和乐的一个画面。哎，给希望大家会中意。给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曲风。对，那这首歌曲2首对流行的歌曲，也是我们苗栗在地大湖人哦，是我们苗栗之光，也是金曲歌王。说到金曲歌王，先掌声鼓励鼓励啊，真的是。不容易哦，也是客家之光，金曲也有获得哦，是我们金曲歌王东东汤运焕。那他的歌声呢，非常的热情哦。爱搞安妮呢，就是比较害羞的客家人哦，爱讲出来啊，爱要大声的说出来，所以呢，要好好的表达一下，可以跟我们东东学习，对不对？是，待会呢，大家可以跟着他一起来唱啊，有这个爱讲出来，还有日头哈，都是他自己的创作。所以也是创作型的一个金曲歌王，所以希望呢，大家今天来到你现场，真的是这个不但刚刚这样子看一些表演呢，还有听歌哦，这个视觉上的享受，还有听觉上的享受，回家有一种耳朵怀孕的感觉哈，哎，是。啊，比较说伊说莫家做很会跟想讲哦，根本也安比亚表演哦，真的十分的精彩，真的，一直在回荡在脑海里。啊，你所有客家的一些曲风啊，一些经典，在今天晚上呢，大家都有欣赏到，所以呢，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夜晚。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局长，掌声鼓励鼓励啊！局长很害羞啊。刚才不知道手机有没有开这个闪光灯啊？开这个手电筒的，来对这个18姑娘照一下哈。可以，对，看一下影片就知道。爱要说出来。是，回家好好表达一下，爱要说出来，爱讲出来。那这个东东汤运焕呢，除了会演唱之外，会写歌，长得好之外呢，也会主持，还会跳舞哦。刚才那个摇啊摇，真的难不倒他，待会也可以摇一下。他想说，怎么可以趁他在试音的时候，我们俩一直调侃他的？那个待会唱一唱扭屁股啊，我们之前的桥段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东东汤运焕，热烈嘅掌声！大家好，大家好，早上好。哎呦，今日當歡喜啊，來到苗栗，我喺苗栗太歡迎嗬，來到 NRV 出到在你家鄉唱歌嘅，十分的暢快，也十分的高興嗬。唔知今日大家聽到有爽冇？有嗬，個沙律呢？東東唱嘅歌呢，一般大家同下唱下。技術歌帶來輕藝也聲音寫技術客家歌，我都愛講出來。好，我教太子家唱好冇？好。叫我唱，我帶大家唱一下來。愛講出來，1、2、3，唱。好，這邊有聲音，戴口罩聲音可能會比較小聲一點，不過沒關係哈。哎，從海才上台位哈，最不開發台位。睇 Andy 聽完演唱會就換一個口罩就好了哈。好，該到我哈。愛講出來，愛講出來，1、2、3，唱。很香哦，不這個掌聲鼓勵，也來唱一首歌誒，愛講出來。今夜嘅感覺，不必記憶百遍來。心肝音表，跳那種種發燒傳唱，各種三言四氣，一直唔敢想，一直唔敢講，將本愛用盡，本愛一早機會講出真嘅感覺，用盡朋友太陽嘅聲音哦。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大家嘅聲音。愛講出來，比高高山
欠個彩海，確定係愛嘅最愛。犯错，有时我只比谁们看透。将你爱原谅，因为爱情都忏悔，变成暗涌，一直不敢说，一直不敢讲。将你不爱勇气，不爱早起飞光春，定嘅感覺。嚟聽他嘅神意咯，用下來，愛愛共存來，愛愛共存來，唔敢前方路要幾長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愛共存來，愛愛共存來，比高山更高彩虹。最愛 ，baby， 請你很相信，愛會就也比正義。When you feel lonely, I will be there for you。看上你，愛愛共存來，愛愛共存來，趕前方路要幾長。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愛共存來，愛愛共存來，比高山更高彩虹，確定係愛嘅最愛。Oh yeah， 愛愛共存來，愛愛共存來，趕前方。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愛共存來，愛愛共存來，比高山更高彩虹，確定係愛嘅最愛。比高山更高彩虹，確定係愛。廖麗欣。確定係愛，李局長確定係愛，各位鄉親朋友確定係愛嘅最愛。安子生，哎呦，還有舞群呢，不然那舞群掌聲鼓勵一下。哎呦，我們底下不有跳舞的呢。哎呀，一檔次動過吼，今日佢來到人哋嘅苗北藝文中心，佢就吃到吼，人哋有嘅國家劇院、國家音樂廳的規格，你有冇看得出來？你知道？我一進來以後呢，我就發現我有個人休息室啊，我特別 po 文，哎，這個有檔次的哈，哎，給我們的苗北藝文中心掌聲鼓勵一下，哎，美麗非常非常棒的一個表演場所，個青松園呢。媽十分感謝你美麗煙政府呢，表演你美麗煙的果樹呢，做對於這非常非常好的平台都要表演，再一次掌聲鼓勵，謝謝林局長。好，再帶嚟一首歌嘅呢，很熱潮下，你哋哈熱潮你客家人青葱嘅東西，有熱潮嘅味素咧，只有你客家人，好一首歌的熱潮下。哎，中間一句當簡單唱吼，做的唱同埋唱下唱吼，沒有那個沒有歌詞，只有。還是個唱下唱，一二三四唱下唱哦，哎呦，真棒，整齊點。哦，哦，改到哦，
什么？一条大走劇上來，熱線之下都神講，開工聲腳說那了，共住熱劇嗌超台。嘿！就是房，熱潮辣辣就是房，大步大步向前行，唔讓垃圾做太陽，熱潮無比狂，過來。辣辣就是房，就是房，呼嘯太地悄悄講，我們跳到同旋律，人們大表出這場。就是房，一條恰恰就心肝，少年就定愛故鄉，幼稚流浪就他鄉，日落西山愛秋霜。就是房，唐人嘅神有冇？唱。熱潮辣辣就是房嘅，熱潮辣辣就是房。熱潮辣辣就是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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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潮辣辣，熱潮辣辣就是房。哎，换你们了，换我哈。是。OK。什么太极感爱东东？热烈的送上，什么東東老師所帶來嘅啦？我要講出來老熱頭哈，真的非常的輕鬆，非常的愉快。果然是演唱会，对不对？好有那个 feel， 各种的这种曲风我们都享受到了。果然是老中青三代的一个音乐会哦。同时呢，我们要特别的掌声鼓励一下今天的这个伴奏的乐团，中团长所率领的。哎，周奖谦中团长，团长，谢谢。哦，这
经无简单了哎哈，不简单各种曲风都难不倒老师们。真紧哦，是你还要有带耶，嘿扎扎实实的功夫。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哎，从流行，我们又要换一个心境，到这个传统的客家流行歌曲。嘿，给很大概国控呢，流传30年。是，有这种爆炸性的的出场，有这个惊喜。是国宝级的老师，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呢有这么好的这个音乐会的一个召集人林展翼老师呢，功劳非常的大哦，就是率领了这么多的高手，他一直说啊，国术第一民间哈，高手在民间，对，真的。那今天呢，再一次要邀请到林展翼老师，还有李秋霞老师，有什么样不一样爆炸性的火花？我松本太家呢，拭目以待，视而以听哦。太家热烈嘅掌聲來分享兩位先生。分享林展翼老師、李秋霞老師、林展翼先生、李秋霞先生所帶來嘅山歌音樂。哎啊，天使啊，呀了暗了。哎呦，木下下，擘開就看唔到啊！哎呦，暗咩？我啲後晚用我盲咗。哎呦，我睇看天都暗了，貪污了，多了下盲要盡啦。啊，唐講啊，個雙鑊嘅呀，呢個謝啟國老師啊，祖國故鄉嘅呀，合棍啊！佢喺我老家嘛，佢唔多，喺冇嗬，撞黑黑掉嘅呀。哪叫比合踢都唔掂啊！哎呦，你大哥大要冇低到啊！跟你下安樣啊啦！哎呦，嘿呦頭擺啊！以前呢個老祖先就教你哦，安樣辦起哈，你下去做神社嘅比很過去啊！哦嘿，對面嘅羅妹耶！你還有糖多誒，將你引下上誒，哦嘿溜達，哎呦，哦，確實有糖多啊！哪位嘅老後姑咧？我要有糖多幾個山歌上咧。你呢，挺難的，有唱到，特別你老太天師長，特別看到誒，老年大露台，係經常用嘅啊，用喺平時嘅嚇。李秋霞先生，喂，對面傳來山歌聲誒，聲音嘹亮又好聽誒。江阿妹耶，只堂山歌不見人嘞，對面阿哥安多情咯，歌聲衝到妹面前咯，有情山歌來結緣嘞。我要熬我這個真正係奉獻你啦，假時候呢？哎，沒想你。哎呀！對唱了嘅山那歌啊，來結了來緣呐。
强强无去啊！神蒙大家，因为历史歌呢吼，係我在20年前噶哈從事了客家文化。其實我已經30年啦，25、6年以前噶吼寫到歷史歌嘅，結果一出來收到安尼鄉親大家嘅擁護哈，但係當後唱了山歌。其實山歌好聽嘛？好，剛開始噶哈，我搞嘅30年哈。看唔出嚟，看唔出嚟。應講應落啊！青島嘅鄉親哦，會講嘅哈。用你老師你舊嘅吼，迄桂圓好路也係流行嘅吼，我唔會來啦。一講到山歌話唔會，唔會呢，唔會呢，好講日山歌，所以愛來愛去，哪愛有啊？愛來愛去啊！冇愛嚟愛去啊！所以啊，最近啊，就改變青島，要有山歌是要有平板嘅，男女對唱一樣嘅嚇方式，收到安尼鄉親大家吼，真嘅咧非常嘅喜愛。美方嗬，佢一停係學嘅要20年。啊媽，看唔出嚟，看唔出嚟，差唔多5、4種以後。2年呢？是的啊哈。你DJ 演嗬，也係多年前。咩啊？多年前呢，老胖胖都嘅喺台灣天台主持噶嗬，家下你不嚟嗬。冇啦。真嘅希望安尼嘅鄉親咯，繼續嚟支持咧文化線。看到安多後批了的話，對了文化線哈一出來當支持，所以呢政府單位也強樣按樣嘅用心來，希望安尼繼續拍下以後嘛。好。一集節目愛精神，愛大家努力，大家共同嘅合作，老中青，然後呢節目愛多樣化、多元性嘅歌嘅，真有發圖，所以。接下來，我帶來哈，也係我嘅安道嘅子子孫孫。子子孫孫啊！係虔誠嘅安道年哈，搞係30年以上嘅，寫安道歌嘅，真嘅一時望大家哈對呢歌曲嘅喜愛哈。然後我也有寫一首歌嘅，頭下帶來係苗栗山水好風光，然後我帶哈係那個一種3種合唱，三聲合唱嘅，來歡迎。我哋4男4女哈，為大家帶來嘅，你客家人最鄉土嘅帶通嘅係乜啊？你頭擺老祖先帶那位？吐了。一首歌我也有寫有10公年嘅哈，客家吐了，安樣版人詩作詩，安樣版人寫了，沒有寫了吐了，大家聽我哋就來演唱，看一下歌詞底部寫嘅含義係乜嘅？一首歌嘅色彩也非常嘅。好頭腦哈，也希望大家希望多多支持，謝謝。謝謝。來，接下來呢是客家的 F4，是林展毅老師、莊長明老師、趙德武哈，趙德武，我們的小帥哥，以及郭國安老師。哇，趙德武13歲就停嚟學，一直按多年來咧下已經考到中央大學嘅戲劇學院畢業。因為莊長明先生，佢係好多年，然後太太咁樣，佢本身也係好多年，都苗栗嘅大明中古汽車當有名，可以40多年，他家當當然嚟買國茶嘅。入邊呢，佢總立嘅安國安啊，佢咩係好多年，完全唔可以講客嘅哦，為咗唱客家歌，從一句一句學下起來。所以我一動要是咩帶通佢啊，我看見就按熱線，呢一隻佢也唔係客家人，佢媽媽客家人，但是從來冇乜嘅講，佢爸爸愛姓人，所以一出來完全唔可以講嘅，從人開始到下，你啊趙德武。老師小姐都喊上色啊！媽媽冇講客家話，你就點啊？點不卡？張香菊，來，是的，老師好，張香菊老師。張香菊呢，也係在天師堂呢歐耶大擂台呢條比賽哈，呢條一一的逼出來嘅，是實力派嘅老師。美濃人，美濃，係。好，接下來。女神。楊妹妹，太敢你做底嘅。 3萬當了春人，
寮村，当寮村，看当了，看当。啊，看当寮，而家聽係學嘅有20年，啊，也就也係嘅客當時啊，對啦客家文化嗬，當有興趣，一出來一下做當道先生，教當道嘅學生嘅。接下來介紹嘅係我們廖秋玲老師，廖老師18姑娘蔣奶奶哈，係啦，蔣廖先生咧啊，當時佢冇嗌講，老師我阿頓那邊學啊非常好，佢係中南人，中南嘅客家人，啊，一出來帶統嚟講，從幼稚園開始，所以佢咧喺桃園最有名，專門教小學生，小幼稚園開始，一直搞到太年嘅哈，也是名滿天下。從小栽培哈。所以我寫當到千條歌嘅家嗬，我就講好啦，我哋帶通了條嗬，要按好嘅平台，大家共同啦，嚇，有一集本大家認識，多一層嘅認識，一希望大家不離不棄，從頭到尾還本本按當然到美麗共樣，本大家之間裝上一句，什麼？為大家帶來。可是還有一位，還有一位哈，壓軸哈，哎呀，空地你有冇看到？哎呀，那分享吳如意老師，熱烈嘅掌聲分享。空地你有冇看到？因為哈做呢個節目按當然哈，當到場次哈，做咗佢條那粉地地哈。嗱，吳如意呢，佢也係我辦學嘅學生，但是佢嘅歌嘅唱到非常嘅有味道，嚇佢本身呢客家話客少講，但是佢唔當會講，要邊樣我哋嘅家本好多年，一般是都好多口水，但是講嘅客家話一當生，嚇，所以佢也要出專輯，一猜錯嘅就全部都要出專輯嘅。好啦，帶來客家本色，熱烈嘅掌聲分享。好，客家土樓。做見證，用
想问大家一句吼，有thành功嘅一條一場落雙場共樣，完全冇對錯嘅，全部現場嘅，而且呢，音樂要什麼尊堂哎，我們的總團長啊哈，啊講國語又講客啊，客家國總語啊。團長，來鐘祥清，钟老師，來起立。謝謝老師，謝謝老師。大家還記得嘛？英雄淚還記得嘛？過去嘅雄風來記得，啊編曲就係鐘老師編嘅。哇！仲上一下哦。好，今日正然當什麼大家嗬？在啲時間上嗬，我哋就要係戰戰兢兢的選定時間，主持也好，嚇配合節目也好，希望冇冷場。嚇！一出來到啲下，真正當什麼呢個客家鄉親對啲客家文化嘅支持，嚇！一什麼呢個演政府、老演長、演長，嚇！還講呢演員啊，余文忠局長嚇，然後我帶來係共同嘅一首歌嘅。客家世界一家親。係唔係客家世界一家親？喂，都要相會，相親啦！所有的。县政府，以及人哋局長，還有在場嘅所有嘅觀眾朋友，都是客家文化嘅。今日當然咧，円滿一什麼大家。全世界天馬兄弟，兩位不變嘅真情，客家的友情呀，數天數心連心，客家世界一家親。还是要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晚会。谢谢你们，谢谢。什麼在場嘅所有嘅人嘅鄉親哈，謝謝什麼大家。什麼？謝謝林展毅老師，謝謝再次的謝謝我們林展毅老師的創作哈。什麼大家，明年見。明年再見。
有你们真好，谢谢有你的经营同好，非常的分享大家，向我来参与安排晚会哦。呢晚会需要大家来做一个支持，也希望明年、过头年，同样安样有安样的机会，让大家向我来做一个见面。来，东东，来，我们在一起来照一个相，快点，有2层，哎，2层，这是我们有客2层。家合唱团。来，用钱吸收。来，我们的总监，我们的庄丽华。哎，庄总监，总监，啊，总监辛苦了。总监站中间啊。总是站中间。耶！哎，秋霞老师。好，老师不要生气。李秋霞老师美不美？美。好，谢谢。谢谢蒙太谢嘎，谢谢。总监有在这边。有。我们的詹媛姐姐，妹妹吧，妹妹，老师你应该是詹云妹妹吧？我替她叫了，我替她叫。我要叫张英姐姐。我们交换身份了。你有拿到我裤？好啊。再帮我换着就好，我来。